時間銀行嘅目的係想推動建立一個咧互助互惠、彼此互相關懷、人盡其才嘅一個平等嘅社區。即係話，如果當一個朋友咁佢係服務咗其他人1小時，就可以得到咧係60時分。而當佢有需要嘅時候咧，佢儲埋嘅時分咧就可以換嚟咧其他人咧係為佢哋提供咧係一啲嘅服務嘅。換句話講，時間咧就成為咗係一個互換同埋計算嘅一個工具。當我哋咧係推廣喺香港做時間銀行嘅時候咧，其實我哋都參考咗外國一啲例子嘅，譬如美國卡恩教授啦咁樣，其實佢都提出咗一個平等嗰個嘅概念啊，就係咧人人皆可貢獻，每個人嘅貢獻咧都係咁珍貴嘅，所以無論你做啲乜嘢嘅工種或者提供咩服務都好啦，咁其實咧都係計你服務嘅時候嘅時間係幾多嘅時候咧，就係得到幾多時分嘅。全世界唔同嘅地方咧，係都有咧係過千間嘅時間銀行嘅。咁而呢啲時間銀行咧係回應緊咧嗰個地區裏面唔同嘅痛點，譬如係貧富懸殊啊、公共衛生嘅危機啊，或者甚至係一啲災難嘅時候咧，都有一啲嘅地方係用時間銀行呢一個嘅方法嚟到去即係回應緊一啲社會上面嘅一啲唔同嘅問題嘅。咁而時間銀行計劃喺香港裏面咧，都已經有13區咧係已經有咗呢一類嗰個嘅計劃。咁當然長遠嚟講嘅時候咧，我哋係希望咧係18區都有時間銀行嘅計劃啦，甚至咧時間銀行裡面嘅唔同嘅單位、唔同嘅機構咧係可以大家互相交流多啲，建立時間銀行嗰個嘅知識。我都相信咧個知識係需要靠透過唔同嘅單位咧嘅參與嘅朋友咧一齊去積累積存咗呢啲知識嘅時候咧，都係有利香港未來時間銀行嗰個嘅發展嘅。譬如我哋可以點樣可以跨時間銀行嘅互換啦，或者除咗社福界之外嘅時候，香港其實其他嘅界別，例如咧係商業啦、商界啦、一啲嘅企業嘅朋友，或者甚至咧係學界啦、一啲大學啦咁樣，係唔同嘅界別能夠都參與喺推動時間銀行嘅時候咧，我相信喺香港裏面就更加可以係運用到時間銀行呢一個嘅方式咧，係回應到社會上面咧係唔同嘅痛點啊。